标会常常看到的童仔这形象活泼个古水，为了要让大家亲近台湾的家庭文化，团结中心今年举办新童 Party， 邀请100仙的这个童仔呢做伙来参加，招民众做伙来参与咱顶头文化的嘉年华。带松下混童子，严师长要去，大头像大雨布。 舞台顶唔闹电音三太子童仔个跳跳 hip hop， 你敢有看过？新东团伫台湾的民俗活动中接看到，因的形象活泼古水，定会和民众互动，扮演属服的角色。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伫今年斗阵区的活动以新东 Party 做主题，这届项目有100仙童仔行街路落地扫，也佮有市仔和 DIY 活动，要甲咱的顶头办做嘉年华。 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神童，好，那所以我讲讲，趁这个机会，让台湾同奥妙的这个信仰文化，用深入浅出的方式，或大家拢知影。 这届活动除了室外顶头表演，伫台湾戏剧中心也有室内的开幕演出，表演的元素结合拍鼓、南北管，也有 hip hop 等等，要让大家看到顶头文化创新的能量。今年嘛邀请到宝岛神很大的主持人来做宣传大赛，望招民众做伙来亲近顶头文化。 你现场就会当看到，不管是顶头啦，传统的顶头，还是创新的顶头，其实才拢看得到。啊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就会当甲囡仔讲啊，这是啥物？咱的太子是啥物神明？还是讲这个古水的这尊是啥？啊，就变做讲，我加一个会当甲阮囝、阮查某囝做伙来佚佗，会当甲伊互动的一个物件就对啦。 今年活动分做11月11和12两日的游行表演。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除了邀请到文珠保存身份的艺人团体来，也佮有请幼稚园囡仔所组成的新众童仔，要来和大家做伙闹热。记者卢尚如、郑顺友台北报道。